千斤担有人开，四两평无人抬。千斤担有人开，四两평无人抬。先生，你可唔可以健冲咯？我想可能係寒到嘅吧。先生，我要多补充身體哦，我要多运动哦。什麼嘅關心？有句諺言有講：千斤擔有人開，四兩평無人抬。你講嘅有道理，我會好好補充自家嘅身體。好。一下，你再來念一遍。千斤擔有人開，四兩평無人抬。